爱乡村继续要来看这件事，火烧车惊险万分。有一台连结车驶离国道1号就北苗栗的路段，这驾驶听到轮胎有怪声，道路交流道驶到加油站的头前来检查，想袂到这个后车链向上崩链导火。当时有袂少的车要入去加油站来加油，大家拢着青惊。 那个车位交流道落来，驶到加油站前，驾驶落车看这个后链，这时的车辆向强崩链，现场拢是乌烟甲土粉啊，随来又搁出白烟，链啊就着火啊。驾驶甲另外2位助手惊一个赶紧跳开，其他入站准备要加油的驾驶看到安尼尔，赶紧车驶离开。那个车驾驶摕灭火器一直钻，伊的助手跟柑仔式的大水桶嘛要斗拍火，情形相当的危险。 当然紧张啊！我们马上做那个车子隔离啊，不让他进来加油啊，以测安全啊。站长讲，当时看到连结车崩链导火，随封锁加油站禁止加油，加油站的员工嘛斗拍火，并且通知相队来斗3工。初步调查，由城南驾驶之全连接车，原行驶于国道1号北上路段，行至头屋交流道前时，听见车辆后方有异音。 即下头屋交流道旁中油加油站前下车检查，此时车辆突冒出火花，司机随即以灭火器灭火，同时向警方及119消防队报案，请求协助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台全连结车的驾驶驶入高速公路的时，就听到后壁链啊有奇怪的声，所以讲赶紧找上近的交流道落高速公路，到这间加油站前检查车，想不到发生崩链导火。 和当时准备要加油的乡亲以及加油站的员工拢惊到，加在大家做伙拍火，并且及时敲119，才有这个火无去拖到加油站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